在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，礼拜有一场宗教集会，出事汹汹发生连环爆炸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35个人烧着送上病院。因那伫咧安德拉邦，礼拜暗时有2架火车烧落，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，27个人受伤。 一片乌麻麻当中，大家用手机电火勉强照明，救出更较侪受困在车厢受伤的人。印度安德拉邦拜日暗时，一个客运火车因为电车线断去，暂时停在铁轨路等待救援。10月9号，这快车对撞，历时30车厢败裂。 印度铁路今年6月正多发生20多年以来上惨重的列车烧亡事故，原因疑似是后续故障，造成超过280人死亡。拜日的事故发生了后，当地政府除了加派人力紧急救援，也初步研判的烧亡原因是人为疏失，可能伤亡人数会增加。 在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拜日发生连环爆炸案，基督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在举行3天的开学报道大会。凶险的爆炸第一时间至少造成1人死亡，30多人受烫伤送医。My sister is in ICU. My aunt is in casualty. My sister has got legs. 在超过2000人参加的集会顶端，有人引爆简单的炸弹，场内3个地点连续爆炸，警方高度戒备。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shows it is a IED device, and we are examining it. Is there any color handling number? At this stage, I cannot tell anything. Only after investigation, I can confirm you the details. 耶和华见证人在印度差不多6万个信徒，用每一户传福音出名。是内部纷争，或就是恐怖主义引起爆炸。当局目前在前日调查，记者综合报道。